深圳嘅通勤一族，香港人嘅退休首選。呢一度雙地鐵口，跟住每個月只需要2000零蚊，好過深圳租屋啦。睇下點樣嘅，走。啱啱我乘坐巴士由坑子地鐵站8分鐘就嚟到呢一度啦。OK， 嚟到第一套單位，上車神器，76平米嘅3房2廳1衛。入門口見到個到頂鞋櫃配俾你噶啦，廚房位置 U 字形嘅設計，成套老闆牌嘅櫥櫃送晒俾你，包括埋呢個洗碗機都幫佢搞埋電。雙門嘅冰箱位幫你預留好個位置啦。呢個位置咧就係4人嘅餐台，足夠細一家人使用噶啦。OK， 呢一套單位咧前期只需要2萬蚊，每個月攞住2000零蚊就可以搞掂噶啦。嚟到客廳部分啦，3米嘅開間，廳出露台，露台同等都係闊度噶啦。跟住你望外邊咧就望住小區嘅園林咯，起碼比唐樓嘅風景靚啦，係咪？嚟到休息區部分，望呢一邊咧3段式嘅乾濕分離，全部幫你安排妥當。呢邊有間細房，做衣帽間、書房都係足夠晒噶啦。嚟到位置空間咁闊啦，做 BB 房、客房都 OK 嘅。我哋過埋嚟主人，你間主人房睇下，衣櫃呢個位置足夠晒，1.8到2米床咧都係冇問題噶啦。呢間房你覺得點樣咧？你嫌同老婆爭廁所，你升個 level 去睇下。OK， 第二站86平米嘅3房2廳2衛，係多過洗手間嘅，唔係嗰邊。我哋今日睇嘅咧就係交樓標準，唔睇示範單位嘅。到頂嘅鞋櫃、智能門鎖全部交付俾你嘅。望個地磚度，蒙羅麗莎嘅高級品牌。廚房位置咧一樣，望落全部係老闆牌嘅交樓標準，同埋洗碗機全部配晒俾你。好，嚟到休息區嘅部分啦，公共嘅洗手間比頭先明顯大咗啦，係咪？呢邊有間細房，轉過嚟另外一邊咧都有間房係大啲嘅。好，嚟到我哋主人房位置啦，多咗個洗手間，唔使同老婆爭廁所嘅。呢個位置都係一樣闊落嘅，大飄窗全部有晒。好，我哋再睇埋最後嘅單位，升 level 嘅104方嘅就。OK， 嚟到第3站啦，101平米嘅4房2廳2衛，佢有咩特色啊？大橫廳設計啊，港人至愛噶啦。入到嚟咧就係乾濕分離嘅公共洗手間啦，同埋到頂嘅鞋櫃配晒俾你啦。大橫廳嘅設計，首先嚟睇到咧就 L 型嘅廚房啦，雙門冰箱幫我預留好噶啦。嗱，我哋睇埋個休息區部分啦。首先睇到嘅第一間房可以做長輩房或者係客房，封個牆就 OK 噶啦。嚟到呢度咧，公主房睇裏邊嘅設計都係啦，係咪？好，嚟到呢邊間房咧，公子房可以足夠使用嘅，裏邊個空間係咪？嚟到我哋主人房啦，套間嚟嘅，洗手間位置同埋一張2米床位置都係足夠晒，衣櫃都足夠位噶啦。我哋睇晒3套單位啦。如果作為我哋深圳嘅通勤一族同埋我哋香港人過嚟退休生活嘅嗰啲選擇，你覺得3套單位邊一套啱你呢？ Follow Wiki 我啊，都係留言俾我睇下邊一套啱你嘅，唔該留言。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